啱啱喺卓越中心行出嚟，準備去附近揾間按摩店放鬆下。卓越中心呢個商場真係好大，有好多類型店鋪，無論行街購物或者餐飲娛樂都有好多選擇。交通又算幾方便，就喺江夏地鐵站旁邊，相信小師兄都嚟過啦。而且呢度屬於深圳福田 CBD 位置，周圍都係高樓大廈，到咗夜晚更加好睇㗎。今次去嗰間店叫泰式瑤語養生，喺江夏地鐵站附近。路邊啲樹綁滿晒燈帶，又幾靚下。就快到呢，就喺漢森大廈18樓。上到嚟之後轉右就見到塊招牌啦。前台係暖色調裝修，雖然唔算大，但裝修真係幾靚幾精緻。牆上面仲擺咗好多香薰，淡淡嘅香味，氛圍感唔錯。前台後面個牆仲擺咗唔少按摩用具。過去睇下房啦，揀間房睇睇環境先。呢間係雙人房，空間好闊落，裝修又幾有品質。咁有落地玻璃，光線真係唔錯。仲有單人房揀，整體空間都好大。仲有張茶几，唔知有冇師兄鍾意按摩後泡杯茶飲。頭頂仲有星空頂，夠浪漫。呢度啲房裝修真係唔錯，不過數量唔多，得6、7間咁上下。揀個技師嚟鬆下先啦。按摩前技師會收拾好張床，技師手法好溫柔，按摩過程中真係感覺到啲肌肉慢慢鬆開，特別係腰部同腿部。原本緊緊地嗰種感覺，慢慢放鬆咗。技師手勢啱啱好，有力但唔會痛。按耐啲之後，個人就開始輕鬆晒。整體嚟講，真係幾舒服。呢間按摩店地方唔算大，但裝修環境都唔錯，充滿淡雅香薰味，仲播住柔和音樂，氣氛幾正。技師又親切，手法又唔錯，加上交通又方便，江夏地鐵站出嚟就到啦。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各位師兄記得關注我頻道。